台湾游艇制造全球出名，不过过去因为海禁，直到这10月冬来，才伫民间业者的努力，一步一步发展游艇服务产业。为了进一步建立业者之间的合作交流，协助政府推动相关法规，在和游艇工会全国联合会伫台南盛大举办成立大会。由亚国游艇集团董事长侯友林担任第1届理事长。会中中央到地方的主管机关以及各业界意见领袖拢到场祝贺，并见证受证典礼。我希望透过这个展览或者运动或者这个民众的参与体验的部分，可以让台湾人对海洋休憩的活动呢，可以有更多的认识啦，也可以让这个四面环海的台湾呢，更多人可以投入游艇休憩产业。后理事长强调，成立工会不是甲政府对抗，而是合作来向海洋致敬。对此，政府嘛充分了解游艇业的心声，会对两个提升甲立法来协助发展游艇产业。航港局目前正在进行船舶法的修法，我们希望透过像法令的这个松绑，让游艇的营运的这个形态更加具有弹性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参考国际的规范来针对营业用的这个游艇呢，它的公共安全跟我们业者一起来合作。那也不会说在前面民间已经冲到前面了，可是对于国家部会之间的这个联系坦白讲却是付之阙如，这是不会的哈。所以说，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全国联合会的一个平台，能够让产跟官做最好的联系。受证仪式不止见证了游艇服务业新的里程碑，更代表海洋观光的发展跨出重要一步。台湾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